后来哦，台北国际食品展开始咯，其中外国的美食馆有总铺伫现场煮饭现食是有够香的香。另外，有业者推出创学烧就会当随食料理包，上界适合袂爱动鼎灶的贫惰人。啊，若有试食的单位人气上旺，一透早就排队排甲长。免费试吃生鱼片哦！生意人真大方，沙西米有够大地，民众排队收济试食有够满众。我满满一盒的，新鲜。给的大方，哎，对，好吃啊。试食的单位人有够济，食品店还有法国总铺师现煎的德国烟前药芳料皮，毛土耳其出名的冰淇淋。卖一支就卡一个，真趣味。另外，这摆展览因为上班族比较较无时间煮物件，所以讲这款调好的料理包就变成一个新的商机。像这款红烧牛肉汤，加热5分钟，烂面就会使有牛肉面通吃。这是我们红烧牛肉汤，试来看看。食品店的头一天试食要冲人气嘛，希望讲会使带动买气。